家己太保港尾里的里民不满因遐饲鸡场准备要登起，而且起搁较大间，旧的执照无受到新法规的限制，所以因13早起呢就去到家己县政府头前抗议，佮走去这县议会阵前，希望这县议员就爱要求县政府重新规范铁幕场的管理治理条例。30位家己县太保市港尾里的里民。 拜四早时啊，就伫家己县政府头前举报条抗议，因为因的社区原本无咧经营的饲鸡场，准备要重新搁起，而且比以前搁较大间。那边实在离我们那边太近了，还有点臭味这样。台南我都一定来，伊会飞啊，困的飞就毋是，臭味嘛会飞啊。我伫砖头边仔尔，上近的好才150公尺尔，剩拢多200-300公尺来啊。 里民表示，旧鸡场的执照是2008年发的，唔免符合家己县2016年实施的铁幕场管理治理条例，所以这个准备要起的新鸡场，才会甲民众的主体接话。里民希望会当重新定铁幕产业的治理条例，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事情除了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之外，我们后面这个事情还在陆续在其他地方发生，所以这个自治条例的部分。 有必要再做修正。那目前在比较重要的是朝我们第一个所谓的这个距离的限制，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总量管制。如果总量管制符合达到我们的这一个饲养上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停止1年的一个申请。农业处强调，这个新的饲鸡场甲过去开放式的饲鸡场无同，所以唔是治理条例定义的新设置的铁幕场，才会无检讨距离的限制。 新的治理条例会伫线路的议会临时会当中提出来讨论，希望互铁幕业的管理甲设置符合全民的期待。记者林慧平家己报道。